后来因应台湾的高龄化，就为教育开始来做起。台北市是伫全国招大生推出着照顾服务科公费生的培育计划，只要来读这个照顾服务科的学生，3年的学习费甲代办费拢总免钱，3年会当省25万，而且挂保证哦，一个毕业就有头路。亮亮，这是什么？那我们出去探险好不好？好。细汉时阵，阿嬷上疼我，大汉啊换我照顾你。复健好，我们就一起去探险喽。厝内有老人爱用心照顾，人拢是会老的，等有一天连煮饭的气力拢无啊，连要摕一粒物件拢真困难。面对老人，是毋是感觉无奈？这阵开人上工，照顾服务科的学生决定要加入当照行列。数到3，我会帮你抬起来。1、2、3。如果有需要照顾身边的人的时候，才不会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观念去照顾。台北市对108学年度开始补助技术高中读照护科的学生，3档的学费、杂费、代办费拢免费，估计一个学生会当补助25万。台北大概我们现在目前的英法组65岁以上，应该有46万人嘛，大概占了16%。以公费生的制度弥补当照人力的缺口，进入高龄化的脚步，需要更较多强、更有力的依靠。